熬早，熬早，大家熬早。毋过即马其实应该算是中昼吼。毋知影大家敢食饱？敢有食过？迄个做啥？敢有食早顿还是食中昼顿啊？呃，诶、平安平安。即马应该是大家，就是我知影有足侪啊，饲毋着符合。我知影有足侪学生仔的迄个中昼休困的时间，拢是12点到迄个下晡1点，想讲着开即个时间，甲大家同齐食饭，大家今仔日过了安怎？大家敢有看冠生的推特？冠生就是昨咧算迄个拍鬼的时阵，就毋知影是安怎讲着，我做想要试看觅，就是对，阿酸欢迎，阿酸你敢下课啊？我知影恁拢是中昼的时阵有迄个中昼的休困嘛？等下会记你食饭哈。就是昨算拍鬼的时阵有讲着想要试看觅，甲迄个番麦片甲比牛奶加做伙含做伙食。下课也好，真好。我就是调工经即个时间吼，安尼恁着上课会当专心上课。是毋是足体贴的？好就是非得就是煞毋知影吼，一透早着发现迄、个迄、个番麦片互食了啊，番麦片互食了啊。我原底叫是入心食去的，煞毋知影是五星，是五星，安尼着无要紧啊，等下袂讲咧甲我叫。好，换对啊，原底想要食迄个番麦片，安尼着无食着。无要紧着因为是五星，所以无要紧。因为入心是做共款的代志，做足侪届呢。入心逐届就是，若阵有买啥物物件，互伊知影，迄个物件着隔顿工，还是10工着无去啊。实在是，好啦，为着大家知影入心是啥物款的人。我做意外呢，是安怎五星会雄，就是就是平常时五星袂安尼啊。毋过我知影五星有当时赶时间吼，赶时间就较无法度。好，原底想讲今仔日来甲大家开讲，顺便看一下 Reddit 的 memes。毋过开讲，哪会拢是我家己一个人咧讲咧？安尼我就来问恁一寡问题好啊。即摆应该差不多是食中昼顿的时间。第一色素敢是初见平安？敢是头一摆看我的直播？色素平安，敢有准备要食中昼顿啊？大家中昼顿拢食啥？我知影就是应该有足侪学生啊，因是无法度决定家己中昼要食啥，就是对迄个学校会订迄个，就是做伙订安尼，订迄个便当，还是就是为着大家知影，大家我知影咧坐办公室的有时会叫迄个啥物 Uber Eats 对无？还是迄个 Food Panda？毋过冠生拢无咧订坐呢，因为冠生就是通常若是较无用就无机会食中昼顿。今仔日是拄好较有用啦。我就家己去买即个卤肉饭，卤肉饭。对，我知影即马若像高中嘛是有无共的学校，会有无共的迄个。恁的做伙订是同学是同学小招做伙订，还是迄是迄做啥？还是学校，还是学校甲恁订的？因为我知影有的学校咧订的，通常若像是便当迄种的较济对无？无听过有咧订火锅的。
啊，我知影有诶学校有迄个，就是因会有学生餐厅，啊，你想要点啥，你得诶、啊，袂歹袂歹哦，对对对，迄个那时候做日食部嘛，就是我感觉迄简单讲，就是迄个学生餐厅嘛，啊，想要食啥，着家己去，着点菜安尼。即种诶我感觉嘛袂歹。啊，我知影嘛，有诶学校是学生会当直接行出去，啊去外口买，想要买啥都有。嘛有即种诶呢。嘿，好，啊，美容暗暗熬早，你得到有生做勉强诶一支花，恭喜！今仔日嘛有摕到有生诶花。迄间便当足歹食，冠生是无食过啦，毋过听讲足济就是来拜拜来拜拜诶囡仔人因拢会讲即个就是学校诶便当，通常拢足歹食诶，我嘛毋知影是为啥，因敢袂想要做搁较好食，安尼人较爱订啊，对无？这我嘛想无，对吼，台南诶便当哪会歹食？安尼应该是头工减料吼，无是哪会？我是毋是用毋对去？天哪会遮乌啊？应该爱安尼，安尼恁诶老话才较看会着。哈，秘藏有起痟，秘藏创啥？秘藏敢有做啥物互有生无欢喜诶代志？我哪会无看着？好，日式部好食，迄应该拢会比便当搁较好食吼。好啦，咱哪开讲哪来看一个面色啊？想讲中昼互大家轻松啦，互大家看一个笑亏。哈，这我看无。OK，即个 meme 是有较深啦，就是大家敢知影即个 gravity 是啥？gravity 是迄个引力，就是地心引力的迄个引力。即个意思应该是讲迄个较戆的人，可能会讲无即种物件。正平迄就是因为伫迄个物理学界吼，伫物理学界有讲，物理学界有讲就是要安怎讲？这伤深啊！这有够恶解说，就是讲迄个地心引力即种物件是根据迄个相对论迄个时空扭曲造成的结果。好，无人想要听这，我知影，还是咱来讲迄个中昼肠好啊。敢毋是台南人的标准较悬？敢有安尼？敢有安尼？我感觉应该是无啊，台南人的标准无较悬啊，就是原底物件都应该食起来，有诶物件食起来都应该是甜诶，迄内底迄原底都食起来应该爱是甜诶比如讲豆油糕。这毋是台南人的标准悬这是其他所在的人标准较低，无啦，就是大家所在的迄个口味无共啦。吴生，你安尼有着超过？这毋是我讲的这吴生讲的大家爱知影吴生还袂食吴生是安怎还袂食？吴生头拄仔若想搁咧无用对无？咱来看古水的迄个动物好啊。哦，直接安尼走去。
番麦皮食伤济，哇！对，马铃薯讲迄个豆油糕，甜的豆油糕爱加迄个卵饼，对，卵饼，大家食迄个 cheese 卵饼，食 cheese 卵饼的时阵，敢会加迄个叫做啥？豆油糕还是豆油？我感觉就是可能有迄个叫做，就是有诶人会感觉安尼配足奇怪吼，就是豆油糕应该是较汉人诶物件。啊，迄个cheese 是西洋人诶物件，啊，毋过我感觉即两项加做伙做好食呢，毋知影大家敢会安尼食？啊，大家拢较爱食啥物口味诶卵饼？冠生上爱食诶卵饼就是 cheese 口味诶，啊 cheese 口味就爱蓝豆油糕，安尼食起来才，哎呀，就是无安尼食就会感觉怪怪。对，加一定爱加，安尼大家迄个。大家味觉吼，拢真正常。这敢是安乐老师吼？安乐老师平安啊！加薰肉嘛做好食，有诶大声青，对，有心咧食错。地色叔讲有诶大声青，拢开钱甲เรา帮头家纳厝税。对啦，有足侪所在是安尼无毋对，就是迄个实在迄个成本其实无遐悬嘛。毋过就是会卖足贵，因为厝税，因为迄个厝税有够贵诶安尼。哇，马铃薯是豆油糕朴素对，甜诶豆油糕才是豆油糕，咸诶拢无好食。哇哦！安乐老师，你安尼，我诶手离电话愈来愈近啊！好啦，来看还有啥？这，毋知影即马伫开讲室，伫开讲室诶查甫囡仔敢有足济？毋是查某囡仔，查甫囡仔。有诶人知影吼，有诶人知影这啥物意思吼？我是袂安尼啦，毋过我知影有诶人会安尼。是安怎我会知影？哦，这是安怎？这是安怎？在拆厝。头拄仔讲迄个人，就是讲迄个你朋友诶老爸老母无伫厝诶时阵，恁办一个 party，办一个 party 可能会发生诶情形。好，我是无即个经验啦。咱是毋是应该直接找迄个 memes？直接找 memes 好啊，安尼就全部拢是迄个笑亏。哈？老师为虾米会伫迄个天棚内底？你诶老师会当安尼？算是食啥？我知影迄个日式煲嘛是有无共诶菜会当拣。你今日是食倒一项啊？是安怎一直讲足好食？毋过五星买诶即个卤肉饭嘛是足好食诶。即间袂使讲诶，袂使讲过。对，火锅啊！我今仔日记忆有够歹。毋过这火锅毋是日式煲诶对无？是恁迄个日式煲有卖火锅60箍？哇！这火锅都俗诶呢。我伫遮食应该嘛爱，上无嘛爱100多箍呢。上无嘛爱100多箍。
是安怎60箍就有火锅啊？内底是有啥？内底有生要咧枵，无啦，哪有2碗豆花的钱？即摆豆花无遐俗啊啦。以早是对啦，以早30箍遐买有哦，一碗尔，一碗是偌大碗？安尼内底应该我摇看卖哦，我摇看卖，嘿嘿，我无互五星钱，对，嘿，无互五星钱，安尼冠星有星钱。无啦，即摆豆花哪有30箍的？应该毋知呢，阮遮是无啦。啊，无就是干那豆花，啊无料，哦，安尼较有可能。哦，火锅60箍，安尼要看卖内底应该上无会有肉嘛，啊可能有火锅料。嘿，无法度想象哦，无法度想象即个，无法度想象60箍的火锅生做啥物款？鸭血加臭豆腐的迄种，这敢这敢算是火锅？因为我买迄个，我买迄个做啥炸走的，就是包起来迄种的小火锅，嘛是爱百偌箍啊。哦，嘿嘿，多谢你的说明吼。肉片3片，高丽菜、豆腐、火锅料2块。哦，好啦，安尼60箍应该是有机会啦。啊，毋过安尼应该嘛是食会饱吼。安尼袂歹。哦，会使去日式部摕迄个沙爹。哦，OK。好啦，五星，等下互你钱啦。等小等咱结束了后，我才互你钱啦。哎哟，莫生气啦，无等下请你较晚请你食迄个即摆袂当食冰吼。无暗时食迄个咸水鸡好啊。搁有金针菇。大家敢有爱食金针菇？请迄个咸水咸水鸡咸水鸡，毋是水鸡吼，毋是水鸡哦，水鸡伫新川遐。要食水鸡去找新川，是咸水鸡。大家敢有爱食金针菇？惯性食金针菇的时阵，拢会惯性食金针菇的时阵，拢介意摕金针菇去อุ่迄个，就是沙爹哦，沙爹也是豆油，就是感觉伊原底若是较无味嘛，啊毋过就是有家己อุ่互较咸的，也是较有滋味，就会较好食。我感觉这袂歹。万当前的迄个猫仔哦，就是包括迄个虎，还是啥物的虎，还是狮迄种的猫仔。I'm a 这敢袂使读？I'm a fuck you up, mate 哦，甲你拍甲咪咪毛毛。现主时的猫仔，较细只，毋过迄个态度是相共的，对。大家若是有饲猫仔，也是隔壁的同事有饲猫仔，应该就会知影。对，金针菇好食，好食。我知影有个人就是无介意迄个菇的味，有个人无介意菇的味，毋过可能即种人有诶嘛是会当接受迄个金针菇。安尼金针菇应该是比一般的菇搁较得人听。好啦，我知啦，阿猫足乖的啦。阿猫真正是算较乖呢，因为阿猫是迄个嘛，阿猫是迄个叫做大毛，就是大家敢知影，就是大毛甲三花是无共的猫仔，就是三花的迄个三花有3种色嘛，三花的猫仔伊有迄个白色，有乌色，乌色嘛有迄个橘仔色的、柑仔色的，阿咪，歹势，叫毋对。好，对，
对对对，莫非定就知影吼，对，就是阿咪是大毛嘛，哦啊，通常咱想讲迄个大毛性地较好，啊，较会介意甲人类做伙，我有听过有人是安尼讲。啊，阿咪真正是性地真好诶，以猫仔来讲是性地真好，诶、啊，就是大家知影哦，三花是三种色，啊，迄个三种色是分开诶，啊，大毛其实嘛是三种色，啊，迄三种色就是算是连做伙安尼，啊，看起来着规丛的乌乌安尼，啊，毋过嘛是足古锥啦，诶、哦，Ruby 敢若足介意即两种猫仔，诶、应该是无人会无介意啦。猫仔，猫仔拢真古锥啊！哦，只要性地莫相歹，应该拢算是真古锥。对对对，有足侪人拢是猫仔就介意，就算猫仔性地歹，哦，就算猫仔性地足歹，哦，嘛是会介意。哦，即种人嘛是足侪。哦，对呢，五星毋是人，我嘛毋是人。嗯，煮好啊，煮好敢算是猫啊？煮好，煮好无够水啊，无够水。煮好，伊看起来是人的时阵就无够水啊。啊，就算变转去迄个好，迄嘛，迄嘛毋是细只的猫啊，就是爱细只才够水。哦，上好是拄出线的迄种，拄出线的猫仔有够够水。你讲的零是倒一个意思啊？零有足侪意思呢。啊，莫真正想看卖，莫认真想吼。好，哇，好来看这，大家看即个笑亏个会当学英语，安尼大家应该是有趁着啊。对，猫仔 baby 足古锥的，因咧叫着做啊，迄个声啊。好，来看即张图吼，讲即个 unhated celebrities，无互人讨厌的明星即个年会啦，哦，开会安尼，结果干若一个，这我毋知影啦，哈，我介意听囡仔叫，爱古水动物，古水动物的囡仔会使，啊，两只猫仔拢是为足细汉饲到大汉的，安尼感情应该会较好吼。哦，有心莫学白过，你莫学白讲话。哦，细汉猫仔做麻烦，因为惯性无饲过猫仔，所以我毋知影细汉猫仔要安怎照顾。啊，毋过有听讲，就是若像有做者 cartoon，也是啥物货，就是互猫仔食牛奶。啊，毋过听讲猫仔是袂当食牛奶的，因为猫仔其实因有迄个就是黏糖不耐，黏糖不耐就是就是食牛奶会落屎也是会吐安尼，有的人嘛有，所以大家知影吼，猫仔应该是袂当食牛奶的，对，耶稣，蜜耶稣暗暗，毋是暗暗啦，即摆毋是暗时，蜜耶稣，平安，平安，食饱未？大家应该准备会当食中昼啊。哦，佮有猫仔的年粉哦。哦，嘛对啦，有即个需要，应该都会有人去做。啊，原来是安尼。哦，所以若是要饲迄个细汉的猫仔，毋得爱家己买迄个年粉。安尼要甲饲是要安怎饲？是有迄个，就是年干仔呢，就是咱迄个饲红婴仔嘛会有迄个年干仔，啊是用啥物汤匙啊？我毋知呢。有饲过会当分享一下。我足好闲的。哦，真实有哦，真实有。你嘛有买？
哦，你买物件买伤济啊，我哪会逐项拢知影？我无可能逐项拢看着啊。我嘛袂黑白走入去你的房间啊，对无？甲暗东老师无共，所以我都毋知影你有买啥吼。哦，鸟仔嘛有哦，感觉足古锥的呢。哦，细汉的鸟仔嘛足古锥的，我嘛足介意细汉的鸟，就是动物就是细汉的动物，哎呀，拢足古锥。毋过惯性对红婴仔就感觉就是无特别介意，嘛毋是讲讨厌囡仔啦，毋过就是对红婴仔无亲像对动物囡仔遮尔介意。对啊，会凊凊彩彩走入去别人的房间，原底就是足奇怪的代志，所以我才袂安尼做啊，对无？哦，甲一寡人无共，对无？哈，五星嘛真细，真细汉。哦，鸡仔囝嘛有较细粒的饲料，耶稣是有咧饲鸟仔甲饲鸡仔呢。我无饲过，对，我无饲过动物。毋过我知影即马嘛有真侪人介意饲鸟仔嘛，嘛有人咧饲迄个鸡仔做宠物的。虽然那时候较早饲鸡仔拢是大汉会当甲摕来食的，毋过我知影即马嘛有人甲饲做迄个宠物的啊，佫有鸭仔啦。即马那时候伫迄个，就是即马那时候有较流行咧饲鸭仔咧，鸭仔就是，其实嘛足古锥吼，就是尻川肥肥，行路行起来都真古锥安尼。嘛有饲鹦哥的嘛有饲迄个粉鸟的。厝里有咧饲啊。敢会互伊，敢会放出来互伊飞啊？因为我知影就是，对，足古锥，对。因为我知影有人饲迄个鹦哥，若是较听话，也是较乖的袂黑白撞的，会使甲放出来，会当互伊小飞一下，时间到才甲关转去迄个笼仔内底。毋过互伊黑白飞，伊那时候就是因要放屎放尿较袂控制，因较袂去控制，就是若互伊随时拢会当黑白飞，可能会黑白放。听讲是安尼，毋过我无试过，我嘛较无确定。安乐老师，你到底安尼有淡薄仔危险哦？毋过你行路哪会甲律心共款，遮尔紧喊去倒去。哇，有成有够巧！哇，OK，这要安怎解释？就是大家敢知影迄个，这应该会使讲吼，就是西洋人迄个基督教，基督教甲迄个天主教，就是会有迄个，敢袂当讲是先知，就是因会甲迄个天顶的一寡话，就是写落来，这敢袂当算是 from the cloud？from the cloud 嘛，甲迄个咱即摆有讲迄个云端嘛，咱即摆讲迄个云端是伫网络顶面的迄云端。毋过你若是讲因的迄个天国，迄敢算是一种云端？伊是头一个，讲伊是头一个，甲迄个资料，毋是资料，是资料啦，嘛算是一种资料。讲伊是头一个甲资料为云端下载到即个平板的人。OK，耶稣讲鸡是食的，鸡是摕来食的，鸟仔是宠物。鸡仔就互因伫外口，袂走去安尼，安尼即个差别对待就是安尼，迄个鸡，恁要杀迄个鸡的时阵是甲送去
专门的所在刣，还是恁是家己伫厝里刣啊？若准是伫厝里刣，毋知影迄个鸟仔看着是啥物感受吼？鸟仔有闲就放出来，都放出来伫房间内底飞。哦，我知影。有迄个，若像有歹势，我知影若像有饲鹦哥啊，就是嘛是共款，就是有闲，就互鹦哥四界安尼家己拍走。啊，冠星捌知影，就是伫网络顶悬有看着，就是有人的鹦哥是，就是变大飞，毋是袂晓飞哦，就是变大飞，啊伫厝里拢用行的，啊毋过用行的，就定定的无细字互打着。啊，互打着就会受气安尼，嘛是真古锥。你饲鸟仔是饲啥物鸟仔？鸟仔嘛有分足侪种呢，就是对。伫厝里刣啊，毋过袂互鸟仔看着。伊若是看着伊反正会惊吼，伊就会想讲啊，若是你甲我饲互肥，饲互大汉，你敢会甲我嘛安尼拆食落腹安尼？啊，然后伊就无要食物件，啊，就愈来愈瘦，啊，就变做一个骨头鸟安尼。无啦，我后壁讲的啦。恁兜的嘛是共款哦，就是无爱飞，啊，就会打着。对啊，是安怎无要飞？无要飞，就会互打着，是安怎学袂乖？敢会安尼想？呼声嘛是 sexy bird， 好，你讲的拢对，你欢喜就好，无要紧。来看卖个有啥？Unhated CEOs， 无人讨厌的迄个 CEO 的迄个聚会，大家敢知影这是啥？这是迄个 Steam， 大家敢知影 Steam？ 恁兜嘛是鹦哥，啊，毋过会飞去弄壁。安尼敢会迄个愈弄壁愈戆啊？愈弄壁敢会愈戆，啊，就愈来愈袂晓飞。大家敢知影即个 CEO 是啥？即个 CEO 是迄个，就是一个耍游戏的一个软体，叫做 Steam， 顶悬有足侪游戏。伊是迄间公司的 CEO， 拢会有迄个，就是若像热的时阵会有拍卖嘛，就是会有优惠啦，就是价钱会较低。迄个进前迄个金龟普渡节的时阵嘛有，就是一直有迄个优惠。可能因为对，人讲 G 胖，对，算是了介出名呢，对。毋是游戏，优惠，毋是游戏啦。好，安乐老师欢喜才是上重要的。好，落山，落山，差一点仔讲暗，落山平安，做伙对，你有来，我嘛感觉做欢喜的，做伙食中昼。你甲冠星画了，实在是足水的，冠星足欢喜的，我足介意迄张图，多谢落山老师。你即马中昼要写数学还是写英文？你会使写英文，你写英文若是袂晓，你就伫开讲室直接问嘛会使。好 ，at 平安，食饱未？敢有食中昼顿啊？咱阁有，这敢是？敢是新朋友？缘辉，美色哥，我敢有读毋对？还是你有其他的迄个片名？会当甲我讲？写台语，人应该是要写作业啦，要写作业啊。学校迄个，即马我知影即马高中的迄个台语课，若像敢是一礼拜一节尔，安尼可能功课嘛袂介济。当咧食安尼会
豆豆仔食哦，若听冠生甲大家开讲，嘛袂歹。数学下晡要上课，所以是上课的时阵爱检讨，无安尼你嘛会使，你嘛会使写啦，你嘛会使写数学，你若袂晓会当问，毋过数学冠生嘛较无一定会晓吼。台语顶礼拜无作业，所以有时啊会有吼。冠生真好现的，因为冠生迄阵做高中生的时阵，毋是干那高中生，冠生做学生仔的时阵，学校拢无台语课，就毋知影台语课的作业拢是生做啥款，毋知影选学校的台语课拢会派啥物啊？我做好现的。足侪人无交互你困扰，所以你是爱负责收作业，还是安怎？还是因无交？因为照你来讲，因无交就是因无分数啊！你的困扰的原因是啥？袂晓写台语，所以一直无留话。无要紧啊，无要紧。你拍迄个华语，你拍华文冠生嘛，看有啦。当然你想要学，我嘛是足欢喜，因为我较袂晓讲华语所以对，会使豆豆学啊，大家知影，就是冠生华文、台文、英文拢看有所以大家熟悉就好。算是台语的即个要安讲小老师所以你爱负责整理佮爱负责整理好，安尼可能无法度，安尼安尼迄个期限可能嘛毋是你会当决定的对无？安尼佮想看觅，看敢有其他的办法，互因较可能无。这可能爱甲老师讨论的，若准老师会有法度斗解决，安尼应该是会较好。照迄个顺序，老师可能嘛较方便啦。陆山讲以早台语课老师会互大家看马铃薯狗。我知马铃薯狗真古锥。我感觉对啊，学台语就会当为一个简单的所在开始啊，就是那时候嘛有迄个嘛，就是迄个做啥？马路口就是一个原底是日语的 anime。敢算是 anime， 嘛有人感觉迄是 cartoon， 非得就是就是较互囡仔人看的 anime， 应该是安尼。迄嘛有台语版的呢，那像教育部有翻台语版的。大家当为就是看一寡较轻松的台语的内容来开始看豆豆学，豆豆听安尼嘛袂歹。美勇讲学册一工无考台语，就无人会重视。有时确实就是，对，公司有放送迄个台语版的，对。那时候毋若是迄个马路口嘛，佮有足侪无共的迄个。好啊，吴生，你讲咱来做一寡会互大家写台文的代志，你要创啥？应该是佮有啥物奇奇怪怪的，我会惊毋过你会当讲看觅。好，头拄仔讲到这美勇讲的，对啊，就是有时那像迄个大考，考试无考的物件，大家都较袂晓伊咧。毋若是台语啊，啥物音乐嘛，音乐课，有的人嘛是都无咧上，就是咧耍手机啊，还是安怎？即种的。毋若音乐，佮有迄个美术嘛是啊。以早美术课嘛是定，毋若是以早啦，即摆应该嘛是定会互借去上迄个数学英文还是啥物嘿，就是有咧考的，大家较会晓伊，确实是安尼。所以我感觉就是毋若是台语，毋若是讲台语就是规个教育拢会当来思考一下看要安怎解决即个问题啦。就是其实足侪知识拢真重要呢，就是对啊。好，我即马较无想要插无线。
会当学听字输入法，还是信望爱输入法？惯性感觉到今为止上好用的拢，我拢用意团，我拢用意团，因为我是惯是，我一开始是学白话字啦，意团会使拍白话字，而且意团较巧，就是你有拍过一寡，比如讲人名，比如讲单独心还是罗有星，这人名，你若有定咧拍，伊就会甲你记起来。你后摆要拍的时阵，你毋免找迄个。就是你毋免甲迄个声调拍出来，就是足方便，意团足方便，无收钱啊，无收钱。然后大家讲话有淡薄仔紧，我看卖讲我草莓台语安怎讲，我嘛拢讲气泡。毋过我有听过有人讲草莓，草莓嘛有讲。毋过冠生细汉的时阵，就是听人讲气泡，所以我就对咧讲。对，有生嘛是讲气泡。陆心我较无确定，因为我甲陆心感情无偌好。对啦，我知影迄个音乐课也是体育，拢也嘛是会甲人，就是断调，就是嘛会互人无过关。毋过就是无过关，敢会安怎？无过关是有诶高中爱迄个补修是毋？就是搁爱纳钱啊，歇寒歇热，搁爱去上课，敢是即种诶？毋过音乐课诶迄个通过标准，甲别科嘛无共嘛，就是迄个恁期中考、期末考。是毋是嘛袂考迄个音乐，嘛袂考体育？这就是要安怎讲啊？补修人数无够，阁袂开哦。安尼是安怎？安尼是欠迄个学分的，就毋免毕业安尼，毋免毕业，还是阁爱等明年安尼 ？Yellow Love 暗安 ，Yellow Love 毋是暗安啦，即摆都毋是暗时。Yellow Love 平安，食饱未？即摆大家应该咧食中昼吼，冠生嘛咧食中昼，食一喙，有食着啊，就敢若会当放杀迄个学分，对，主科人较济，对啊，就是因为迄个标准无共啊，就是。主科会看你的迄个成绩嘛，就是你考试若是考无通过，伊就袂互你通过。毋过若像就是哇，安尼你的迄个耶稣的音乐老师真顶真诶，因为我知影足侪学校的迄个音乐老师，因就是要安怎讲，就是你有够，就互你分数。若是考迄个唱歌安怎？就是你有唱，你有上台，就互你分数。安尼，所以其实你若是想要无通过，嘛是有淡薄仔困难安尼。所以就是互无通过的人嘛袂遐济。我感觉是安尼啦。好，比方讲会使用台语起步。是注音，啥物意思？是讲注音台语起步，因为我知影即摆若像伫台湾买会到的起步，拢是顶悬拢会有注音嘛。毋过有个人写台文是用注音，就是会有迄个加几个符号，就是比如讲咱台湾话有迄个台湾话有迄个无还是个。遮就是华语无诶声，伊就嘛是有迄个专门诶符号，毋过就是台湾诶起步顶面就无啊，所以我拢用罗马字，安尼我就看迄个起步顶悬原底是英文诶迄个，嘛毋是讲英文，就是罗马字母诶迄个所在去拍，对，原来是安尼哦，台语起步毋是咧讲起步。是一个输入法所以真实有真实有照迄个
横音符号来拍的。哦，呀，毋过咱平常时啊买会到的 keyboard 就无甲歌啊，安尼应该是爱找别个 key 对无？其他的 key 顶悬，就是甲其他的 key 当做无甲歌。哦，这嘛是真趣味呢。遮敢有人是用横音符号咧学台文的？因为那时候即马拢是用罗马字较济对无？毋过我感觉，就是大家若是互相看有，大家互相看有，应该就是好的方法。毋过横音符号惯性无学吼，惯性敢若会晓看迄个白话字甲教育部罗马字，做伙用哦，拢会晓的意思，安尼袂歹啊，拢会晓安尼，真巧。加会晓几种嘛袂歹啦，就是会晓甲较侪人。伊是 Android 的 app， 我叫是，因为我听到 keyboard， 我就想到一个电脑啦，所以毋是伫电脑用的，原来是安尼。了解了解。等下我来看卖，这感觉嘛是介新鲜。好，咱看卖阁有啥物无细字甲去掉啊？安尼应该安尼，走白出来，走白出来。无去啊！无去啊！安尼就表示讲今仔日无适合看即个 Reddit。好，无要紧。安尼若是袂使看 Reddit， 咱就好啦，咱就单纯开讲嘛好啦。无咱用一个哪教室的背景好啊？大家稍等哦。教室的背景，教室就是爱有即个乌帮。有乌帮啊！哒，好，安尼互恁看较大只的惯性好啊。好，今仔日雄变做单纯开讲，安尼我会卤肉饭伤细碗，食袂饱变安尼。大家好，好啦，就来单纯开讲好啊。甲大家开讲比迄个看 memes 搁较趣味。啪，无去啊！进前音乐课是分笔啊，分品啊。你是讲品啊？有诶是会考会考 opera 迄个这敢算是 opera？ 其实嘛了无共对无 ？opera 甲迄个 opera 其实有时嘛无共。会考迄个西洋诶音乐知识。我知，我嘛有看过，就是看过是写就是选择题，搁有迄个乌空互你写诶，迄种嘛较困难诶，嘛是有啦。那就是看大家老师，看大家老师想要安怎办，因就会无共诶迄个，就是家己决定啦。乌白课嘛无要紧，那就是安尼。好，恁台语老师足认真，而且是先课纲才有诶课程。对，以早迄个课纲还袂改诶时阵，国中甲高中应该是无台语课嘛，我会记得是安尼。是哦，伫学校上台语课会用着横音。我会记得。因为惯性嘛是会看逐个课本啊，就是虽然有时看无，毋过嘛是爱看，就是我知影就是台语课本内底若是就是方音符号嘛有写，教育部罗马字嘛有写，对，两种拢写伫顶悬，当然嘛有汉字。对，我会记得我看过台语课本，若是较济拢是即种诶。毋过我知影就是。有诶国校因诶迄个台语老师，就是因无去找迄个有检定过诶，就是直接找迄个级任，就是国校拢会有迄个
级任的老师嘛，就是爱管规个班的啊，迄个啥物国文、数学啊，拢叫同一个人教的，就是因嘛爱教即个台语啊，因都有可能就是袂晓写罗马字啊，袂晓用迄个发音符号，有诶状况是安尼呢，嘿，好啊，讲到即个音乐课本是定制哦，哦，啥物意思啊？是恁学校去专工找一个写课本的，啊来甲恁写专门的哦，啊是嘛是找出版社？哦，所以其实会使决定嘛，就是固定的莫收遐济嘛是会使。哦，哈，国中无台语课哦。哦，啊，毋过应该以后会有吼。因为我知影，就是国校啊，甲高中拢是有规定，一定爱有台语课嘛。啊，若是国校啊有，高中有，啊，国中就是煞无，安尼嘛是，嘛是怪怪呢。那会中央就是一段时间，就是互伊变做空白的安尼，感觉有淡薄仔怪怪。好推荐一条歌，或者若是明仔载，有听过，真好听，真好听。我感觉庄仔文真厉害啊，就是伊都毋若即条歌好听啊，伊诶足侪台语歌拢要安怎讲？台语流行歌拢惯性拢真佮意，常常袂晓讲话。就是台语流行歌其实嘛有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少年人会听的，一种就是少年人可能无爱听的。第啥物？爱你毋若因为芳水味，即种的，就是取向无共啦，就是专门互较时大人，敢袂当安尼讲，互因听的。迄嘛算是流行歌哦，毋过嘛有迄种是较少年的迄个风格。庄仔文真是袂歹，安尼我嘛来甲大家推荐，一个大家敢知影？唱啥物？你叫我唱迄个，若是明仔载哦。今仔日是原底无想过要唱歌啦，毋过若准备唱，就干那会当清唱吼，就是袂有迄个伴奏。我是 OK 啦，大家若是真正有足想要听嘛是会使。台语老师会家己做教材来补充，安尼就是较顶真诶老师啊，就是若像逐科拢是安尼嘛，就是数学嘛是会有较顶真诶数学老师会去，就是会家己准备教材，嘛是有，英语当然嘛有，就是逐科拢有，对，啉一粒水啊，好啦。雄讲要唱歌，好，冠生一个足好讲话诶人，所以恁有要求，我都会当，今日是拄好即条会晓唱啦，安尼会使。好，若是毋过歌词嘛是爱查一下，查一下歌词。好，来，直接唱。大家欢喜，好，多谢大家捧场吼。好，安尼我要来唱啊。哦，原来是安尼，就是阿选知影老师对台语文足认真，所以来推，你是推送迄个新销的物件互伊是？哇，安尼大家爱注意哦。新销是一个教育团体哦，有声敢有听着？有声。新销是一个教育团体，有台语老师会看咱的物件哦，安尼大家爱，好，无要紧，好，好，来唱歌，直接清唱。若是明仔载，夜风，感谢你读。若做我读毋对，才甲我讲吼。夜风，初见平安，初见平安。
对，大家即摆应该是一个食中昼顿的时间，对，来听歌咯。好，真正要唱啊！若是明仔载出发的路太雾，若是明仔载我已经决心改酒，若是明仔载你轻轻叫阮的名，若是明仔载你搁有敲电话予我已经惯势，上班上到3更半暝，一个人骑乌托邦，食路边摊1块2块，咱山若轻轻欠欠，爱面子无爱互人知影。好，唱一段就好，嘿嘿嘿嘿。后摆吼，好啦，后摆大家介意即条吼，后摆我准备准备较齐全的时阵，才来互大家听完整的，好无？多谢大家捧场啊，安尼了解歹势啦，嘿嘿嘿嘿，多谢大家学乐吼，多谢大家。大家拢听啥物？嘛毋台语歌啦。冠生最近有咧想一项代志吼，就是我知影若像有足侪信众朋友，就是会听日本歌，因为冠生平时啊，就是听台语歌，甲听英语歌较济，毋过就是知影大家爱听日语歌啦，日本歌啊，其实冠生嘛有咧听啦，就是较活迄种 anime 还是 Vocaloid 拢有咧听啊。毋过因为冠生袂晓讲日语，冠生袂晓讲日语，所以我着较袂晓唱啦，就是会想要唱，因为有介意听，毋过袂晓唱，所以冠生就想讲，是毋是会使来学一个日语，学一个日文，毋知影大家敢会想要看冠生学日文的过程，若阵大家感觉有趣味吼，安尼冠生的认真考虑一下，看是毋是来学一个日文，安尼后摆会当唱较济日本歌吼，就是向想着啦。若是有想要叫我学别个语言，嘛会使，因为我知影像雨生就会晓唱韩国歌嘛，对无？就是雨生初海信的时阵有唱迄个欢喜就好，听伊初海信，我才知影欢喜就好，原来是韩国歌啊。我就想讲，无就是敢若会晓英文，敢若会晓台语吼，但无法绕开啦。你学白唱，对啊，你迄真明显就是学白唱的。好，当这学日文，那会足侪人拢足介意学日文，就是对，就是日文学日文都会当看足侪 anime 的物件，对无？大家若想拢足介意，其实冠生家己嘛足介意啦。后摆来学日文，互大家看，嘛袂歹。做教材应该爱用有声的有声的啥物？你的频道的内容还是你的日记？阿选应该是有甲咱3个人的拢有塞互老师看对无？我会记得阿选应该是有甲咱3个人的拢有塞互老师啦。多谢阿选，而且阿选阁有甲迄个冠生初海信的时阵，毋是有甲雨生画一个，就是画甲足像的大头相片。我会记得阿选有甲迄摕去 iPhone 印出来对无？阁有伫迄个路边，有伫路边分互迄个经过的人。这嘛是甲雨生斗宣传。多谢阿选吼。好啦。哇，敢迄个做啥？就是路边的人敢有安怎？敢有讲即个人生做缘投？哇，伊是谁？我做想要甲伊熟悉，我要看伊的 YouTube，
还是伊敢会感觉阿酸怪怪？嘿，对，顶摆嘛，雄雄想着，顶摆嘛有人问讲，因为冠星其实以前嘛有讲过，就是冠星无啥会晓日语，嘿，啊顶摆其实有信众问我讲，啊你是安怎无要甲新川来学？这我伫遮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就是新川伊是会晓讲吼，啊毋过咱知影会晓讲诶人，无一定会晓教，嘿，啊因为新川是是迄个心灵学家，哦，伊无学过教册，哦，而且伊讲话足紧吼，所以我其实是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吸收安尼，哦，所以我就是敢若有捡几个词安尼，嘿，所以其实我为新川遐是完全无学着，是完全无学着日语安尼，嘿，五星五星你咧讲啥我听无。啊，这可能是新川甲五星的代志哦，所以我毋知影是正常的对吧？好，多谢阿酸哦，搁有伫迄个，搁有甲咱的 Twitter 吼写起你点关，好，对，这应该爱得迄个最佳公民奖，无找机会来办一个啊，迄个典礼，无啦。你也平安，你也平安，你也食饱未？即摆应该是大家食中昼的时间。毋过有个人应该是1点就爱上班吼，搁爱去上课吼，所以剩7分钟会当食。好，哦，耶稣讲即个马鲁，对，有听过即个物件吼，马鲁，因那像是会甲迄个叫做歌词。嘛会互你，还有做啥？会有迄个，雄袂晓讲话。哦，会有迄个歌词嘛，就会当，真方便。哦，安尼若是单纯要学歌尔，应该是会使用。啊，毋过我嘛有咧思考，是毋是规气就是直接甲即个语言嘛学起来？那时候嘛是会使。五星食，这要安怎读？上，袂晓读。这看起来那像是日文汉字呢。哦，这应该叫做马兹亚，感谢呢，马兹亚。哦，五星咧食马兹亚 ，OK。我较无咧食日本料理吼，就是我较爱食。萝卜饭，我较爱食碗粿食的物件。碗粿马子亚，我也有着。好，安尼我的日文嘛是小可有救吼，对无？面讲会对呢，爱得着最佳公民奖，应该爱先是公民。毋过阿酸应该是啊，阿酸应该是公民，敢若有五星甲我甲律心阮遮的代理人遮应该无算是公民，就是阮无身份证呢，无身份证就做这代志袂当做，做无方便。哦，有假名嘛有迄个罗马拼音，安尼真方便。有心买我的物件，袂记你买家己的。我真正毋知影会当讲啥，敢若会当甲你讲一声加油，加油啊！有声，你的记忆，听讲食白果会当顾头脑，会当顾你的记忆。毋过恁敢知影，就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爱会记你食白果，所以你的记忆若是伤歹吼，你根本就袂记你爱食白果，安尼其实就是无救啊，无救啊。迄无效呢。我知影是安怎无效，因为根本袂记你食。对呢，陈律心哦，陈律心的胃真正是，无啊，我咧想吼，像陈律心就是伊食物件拢是食别人的，可能10倍还是20倍，安尼
伊食即种食即种迄个做啥？食即种保健食品哦，若是要产生效果，是毋是嘛爱食别人诶10倍还是20倍才有效？敢会是安尼？就是可能一般诶人就是咖啡啉1杯啊，就会精神啊。啊，可能就心就爱啉10杯还是20杯，照即个比例去算。敢是安尼？可能伊白果食无够济。好，你也讲困到比食中昼较重要。对啦，有时啊，伤忝的时阵，真正是会无胃口呢。就是对啊，就是甘愿爱困，嘛无想要食物件。中昼，大家敢有就是学生啊，若是中昼的时阵，就是迄个1点钟，就是毋但会当食中昼嘛，佫会当小困一下。而且若是伫国校啊，也是安怎嘛有规定讲，就是头前的半点钟互你食饭，啊后壁的半点钟，就大家爱关电火，爱甲电火禁掉，啊，就爱专心困安尼。啊，毋知影即摆敢还有安尼呢？毋知影逐间学校的规定是安怎？嘿，对啊，中昼过足紧干应该大家应该拢时间啊1点钟嘛，真紧大家都要去上课啊。其实惯性嘛是吼，就是中昼今仔日较闲啦，今仔日较有机会，就是迄个1点钟啊，专工来甲大家开讲吼，啊毋过嘛是差不多要转去做工课啊啦，哦，差不多1点吼，就爱继续来拍拼，大家辛苦啊，大家辛苦啊。好啦，无咱你嘛有规定要关电火哦？因为有诶学校是无嘛，有诶学校是逐个班级家己决定，迄都毋知影要安怎困。毋过有诶人嘛是上课诶时阵直接困。对啊，有诶人就是需要中昼诶时阵困一下，下晡才有气力做代志。逐个人诶迄个生理诶状况拢会无共啦，嘿。对，所以安尼袂歹啊。若是大家会甲电话禁掉，互需要困的人方便休困，安尼嘛是互相体谅嘛，安尼嘛是真好的代志。嘿，Ruby 平安，Ruby 打下班哦。安尼你敢食中昼啊？若怎样袂食，爱会记得去食呢？会使哪食哪补吼，因为咱头拄仔就是一个哪食饭哪开讲的一个敢是主题，就是一个状况，嘿。Ruby 爱食好饱哦，嘿，大家拢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好，时间嘛差不多啊，嘿，无啦，我无讲人去食啦，我袂安尼讲我的信众啦，你搁后壁讲话，我讲去吼，去食暗顿，毋是暗顿，中昼顿，好，煞去，无爱插有声啊。好啦，今仔日时间差不多到遮，大家爱去上课的，请去专心上课，有要转去做工课的嘛爱加油吼，冠心嘛差不多要来转去做工课啊。今仔日足感谢大家来，足感谢大家来陪我食中昼。好，安尼咱明仔载五星甲我会有迄个配音的迄个节目啊。毋过先讲今仔日暗时吼，陆心会耍迄个 Jump King，所以大家爱记得去看，大家辛苦啊，大家拜拜，好，大家再会。